喂，停一停，你仲係睇緊 P/E ratio 嚟買股票，小心踩中價值陷阱啊！點解有啲股票 P/E 得10倍都跌到撲街，但有啲30倍都仲係咁升？原因係你漏咗一個最關鍵嘅指標 PEG。簡單講 ，PEG 就係將 PE 除埋佢嘅盈利增長率。PE 話你知而家貴唔貴，而 PEG 就話你知個價錢值唔值得買佢個未來。如果一隻股 PE 20倍，但增長得5%，佢嘅 PEG 就係4。但如果同一隻股佢嘅增長係40%呢，佢嘅 PEG 就係0.5。記住 Peter Lynch 嘅秘訣 ，PEG 等於1係合理，細過1簡直執到寶啊！之所以而家 MU 咁貴，因為佢個 forward PEG 長期低過1，佢嘅增長同埋預期增長實在太勁啦！想知仲有邊隻美股或者港股 PEG 低過1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就揾俾你啦。